2025年係令人痛心嘅一年，大埔雲福苑嘅一場大火揭露工程監管不力，大維修涉嫌圍標。而2025年嘅樓市亦都係好壞參半嘅一年。正當部分發展商陷入財困，樓價就錄到輕微嘅升幅，成交量亦都創近年嘅新高。今集我哋會揾嚟研究員、學者同埋反圍標大聯盟嘅發言人。除咗會宏觀咁樣分析下出年嘅樓價走勢，亦都會微觀咁樣由每一位嘅小業主角度出發，睇下點樣自保反圍標。大埔宏福苑外牆棚架火警迅速蔓延至整個屋苑，消防接報大半個鐘之後將火警升到4級，去到挨晚6點22分升到5級。我哋到呢一刻從來冇放棄過，亦都唔排除救出更加多嘅傷者。經歷咗43個鐘，大火大致救熄，但就奪走咗超過160人嘅性命，摧毀咗1984戶嘅家園。大埔雲福苑大火期間就正值做緊大維修，3.3億嘅工程造價背後，難免令人懷疑涉嫌圍標。自從2012年政府推出強制驗樓計劃，規定30年或者以上嘅樓宇每10年就要驗樓一次，維修工程嘅需求亦都隨之增加。有集團就 hold 咗呢個機會，圍標相關屋苑，推高工程造價，謀取暴利。除咗宏福苑，咁多年嚟天價維修費嘅新聞，周不時都會有。呢啲工程公司會有一個不合理嘅高價去投標，但係當有10間甚至20間係一個偏高嘅價錢嘅時候，咁其實大家就會傾向去到揀一個冇咁高價嘅公司嘅，但係可能冇咁高價嘅公司本身都係圍標嘅價錢啦。根據香港置業嘅統計，至到2025年底，全港樓齡達到30年或者以上嘅住宅有21,300幾棟，去咗大概80%。隨住時間過去，香港只會越嚟越多舊樓，而被圍標就係每一位小業主都有機會面對嘅風險。要自保，先要了解圍標集團係點樣運作。一般嚟講咧，樓宇做大維修工程咧，首先啦，咁我哋先要揾一間叫顧問公司啦，佢就會嚟到你等大廈嗰度勘探翻嗰等大廈有咩地方需要去到維修。之後咧，就住呢啲咁嘅項目咧，進行一個招標啦。咁一啲圍標集團就會聯同幾間相熟嘅顧問公司啦，佢哋用一個極低嘅價錢去到投標一啲顧問公司，去到搶到呢個大廈嘅一個主導權啦。可能佢就會引入一啲工程公司，有機會係用一個好高嘅價錢去到入標，甚至乎會出現偷工減料嘅問題啦。工程公司會得到一個龐大嘅利潤，因為呢間顧問公司幫佢中標嘛。咁可能透過一啲回佣啊，或者我哋叫賄款啊，俾一啲顧問公司。就住圍標集團嘅手法，我哋嚟拆解一下喺成個招標過程入邊，小業主以至到係政府可以做多啲乜嘢嚟到避免天價維修費。第一，業主要留意顧問公司嘅收費會唔會偏低。顧問費主要分2部分，一係樓宇勘測嘅費用，二係撰寫標書同埋監督工程嘅費用。根據香港測量師學會2012年公布嘅專業服務收費參考表，超過200個單位嘅合理勘測費用係20萬以上。而總額超過800萬嘅工程，顧問費就係工程費嘅6%到8%，亦即係話價值1億嘅工程，合理顧問費應該大概600萬到。第二，工程項目會唔會過於複雜，推高工程費用嘅總額？其實喺政府嘅強制驗樓要求底下咧，其實我哋做最基本嘅維修，去到完成有結構問題嘅位置已經可以㗎啦。我哋見到好多時一啲圍標嘅個案啦，本來嗰棟大廈可能係油漆嘅啫，因為油漆係最平嘅，到最後可能佢會建議你不如我哋用紙皮石啊，又或者係用一啲瓦仔磚啦，咁樣去到做，咁樣其實個價錢可以爭好遠。第三，業主可以經過市建局嘅招標妥嚟到物色承建商。招標妥除咗會幫業主進行招標，亦都會委託獨立顧問去到評估工程費用。業主可以用嚟做個參考，睇下入標公司嘅報價係咪合理。不過招標妥都有佢嘅局限性。趙恩來就認為，除咗招標過程，工程監管都好重要，政府可以喺呢一方面做多啲加強工作。
香港有一半嘅工程都係做政府工程㗎嘛，咁其實政府已經有一套行之有效嘅方法去到進行一個工程嘅監管。其實佢會唔會可能投資少少，將呢一套嘅技術擺喺私人維修市場去到進行抽查嘅工作呢？檢查一下究竟呢個工程公司佢做嘅外牆維修係咪合乎政府嘅最低標準呢？有冇出現一個偷工減料嘅情況呢？如果有呢個情況嘅時候，可能屋宇署會懲罰呢個顧問公司失職啦。第四，當業主立案法團成員慫恿居民投票俾某一間工程公司，小業主就應該要留意法團會唔會俾圍標嘅集團收買，甚至以誤導方式去到收集授權書嚟到控制投票結果。咁過往收到唔少業主求助嘅趙恩來就話，小業主要自救，最直接係積極參與屋苑事務。其實我哋個經驗咧，圍標集團攞到盡咧，都係攞8至10% 嘅授權書。但係當小業主踴躍出嚟投票嘅時候，其實閒閒地30-40%小業主出席係好常見嘅。當你個人數多過圍標集團所能夠操控嘅，咁其實到最後就可以剎停或者改變呢個結果啦。以往都有啲成功反圍標嘅案例。2015年嘅荃灣麗城花園通過1.4億嘅維修方案，但係就淨係包括維修外牆、進行油漆同埋換喉等等嘅工程。咁其後屋苑集合5%嘅業主簽名，喺2016年召開業主大會推翻工程，咁之後再重組法團，最後壓低工程造價去到7000萬。要杜絕圍標，政府要加強監管工程公司，小業主亦都要做好監察法團嘅角色。咁至於房屋政策比較成功嘅新加坡，又有冇值得參考嘅地方呢？新加坡有大概80%嘅居民都係住喺組屋，而組屋嘅必要改裝項目，基本上政府會全額資助，包括修復結構裂縫、更換污水喉管等等。雖然同市場主導嘅香港有根本性嘅分別，但係都有一點值得借鑑。新加坡設有市鎮理事會，負責組屋嘅管理。當需要進行到樓宇翻新嗰陣，佢嘅官員都會加入到相關嘅工作委員會一齊合作。咁香港又係咪可以加大政府喺樓宇管理嘅權力，監察法團或者工程公司，避免俾圍標集團操控呢？大家有咩建議都不如留言講下，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利好樓市嘅政策啦，加埋減息，令到跌咗3年嘅樓價喺2025年終於止跌回升。今年3月嗰陣，28House 聯同港大經管學院經濟學講師何志培博士研發樓價指數，並且預測今年嘅樓價會升5%，最終嘅結果又係點呢？根據我哋嘅28House統計，今年年頭嘅樓價指數報107.71點，樓市喺2月份迎嚟好消息，財政預算案將100蚊印花稅嘅樓價上限由300萬放寬到400萬，再加上5月頭拆息大跌，導致按息大減，樓價開始突破低位。咁之後，本地銀行喺9月同10月跟隨美國2度減息，推動樓價進一步向上。截到12月頭，全年樓價暫時累升大概4.3%。至於租金方面，12月頭報116.65點，逼近2019年8月嘅歷史高位，全年暫時累升接近2%。用家佢可能就係租㗎嘛，咁但係咧呢幾年嗰個租金嘅升幅係幾凌厲，咁對於一啲真正嘅用家嚟講，佢都會睇啦。咦，隨住一啲嘅減息，個成本又低咗，跟住個樓價亦都係比較低，租金啊升得咁高，佢如果比下嘅話咧，咁銷數拍上計，可能轉租咧就係為買嘅。咁若果由2024年9月美國踏入減息週期到而家，本港銀行嘅最優惠利率就累減咗0.875厘。用400萬嘅貸款額做例子，減息週期之前嘅實際按息係4.125厘，月供大概19,300幾蚊。減息之後，按息跌到3.25厘，月供大概17,400幾蚊，供少咗1,900幾蚊或者1成。咁除咗本地需求，外來需求都有份推動樓價向上。
今年頭11個月，普通話拼音買家嘅入市宗數已經超過12500宗，創歷史新高，涉及金額1256億，逼近2024年嘅1003億水平。設立咁樣啦，咁設立嚟講喺2024年嘅2月底去實行嘅，入市個意欲係更加之強啦。另外第二就係嗰個高才通同埋呢一個優才計劃，截至8月底啦，由2023年到今年嘅8月底，有23萬嘅申請人咧係成功進入香港，不論係一手盤或者二手盤，佢哋賣樓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係一個重要嘅持份者。內地買家比較鍾意買新盤，尤其是係一啲坐落名校網嘅樓盤，例如係津博同埋對 MVP 普通話拼音嘅買家就佔咗總數嘅一半。但雖然2025年嘅樓價有輕微嘅升幅，但係如果我哋對比翻21年嗰個高位咧，都仲係跌緊2成3㗎。咁26年個走勢又會係點呢？咁一齊由經濟環境、息口同埋供應量3方面分析一下。我覺得明年2026年咧都會有升幅嘅，我諗5%左右啦。你話有啲大嘅升幅咧，我又覺得就唔係咁容易，因為始終我哋好多嘅經濟數字咧都同呢個疫情前係有一啲距離嘅。我哋個 GDP 增長係正嘅，但係咧就我哋睇到我哋嘅股市上唔翻歷史高位啦。股市即係如果上翻到一啲比較高啲嘅水平嘅話咧，創造到財富咧，啲人就願意使錢，就會百業興旺。百業興旺嗰陣時咧，咁跟住就水漲船高咧，比較願意咧係睇到個美好嘅前景就去買樓嘅。截到12月17號，恒指報25,468點，比舊年年尾嘅大概2萬點鬆啲，升咗接近2成6，但係都仲係比2018年超過33000點嘅歷史高位有2成3嘅差距。經濟環境以外，今年利好樓市嘅減息因素，2026年都未必會再見到。因為而家嘅最優惠利率已經跌到5厘，亦即係加息之前嘅水平，亦即係話減 P 週期已經完結。除非美息政策出現改變，又或者本港流入大量資金，嚟緊未必會有太多嘅減息空間。息口除咗會影響用家，亦都會影響投資者嘅入市意欲。如果我哋睇翻嗰啲嘅投資者咧，佢投資喺呢個物業，佢一定會同一啲差唔多嘅投資工具嚟到比較嘅，譬如係呢一個嘅債券啊。咁直到今日為止，如果大家睇美國10年期同埋呢個30年期嘅國庫券咧，孳息率咧都有4點幾厘嘅。但係如果你依家買樓係要嚟做投資嘅，就唔係即係話自己自住嘅嚇，就係出租嘅話咧，就一定冇呢一個嘅回報率咯。咁至於供應量方面，根據28 House 嘅統計，截到12月18號，2025年嘅一手貨尾量大概17800幾夥，雖然按年回落2成3，但係連埋仲未開賣嘅樓花，市場都仲有一定嘅供應量。咁所以28 House 估計，出年樓價只會有輕微嘅升幅。因為都一手貨尾，再加埋獲批嘅，但係準備可以供應出市場嘅萬一，咁其實3萬夥嘅供應，樓價嘅升幅配合一手貨尾嗰個供應量嘅多少，我哋28 House 研究部就估計會有3至5% 嘅升幅啦。咁至於長遠供應方面，根據房屋局9月尾嘅數據，未來3至4年嘅一手私樓潛在供應達到102000夥，按季微升1000夥。市場估計嚟緊都會維持一個比較高嘅水平，樓價只會平穩發展，難以大升。咁市況回暖之下啦，除咗樓價有回升，成交量都有回升。咁先講一手方面嘅註冊宗數，截到12月中錄到大概2萬宗，比舊年全年高出1成8，同時創近6年新高。咁至於二手方面，就錄到超過44000宗，按年升咗接近9%，咁並且創近4年嘅新高。統計部分發展商2025年嘅賣樓表現，新地就賣咗大概3000間，同舊年差唔多，套現超過350億，成為同行之冠。另外，隨住樓價略有回升，部分發展商嘅套現金額亦都創咗自己集團嘅近年新高。包括陷入財困嘅新世界，吸金超過330億，創近5年新高；而會德豐亦都套現大概250億，創近4年新高。而隨住市況回暖，今年都有誕生到票王，講緊嘅就係新地旗下嘅 Sierra C， 收超過42000張飛，成為史上收飛最多嘅新盤。至於定價策略方面，
今年新盤普遍都係貼市價開出第一批單位，跟住先至逐步加價。例如今年2月推出嘅北角皇都，首批折實平均尺價係18,500幾蚊，成為同區大概11年嚟嘅最低價。其後發展商將部分單位加價3%，有一房嘅成交尺價去到23,000幾蚊，成個盤最終喺12月中沽清。有學者就認為，去到2026年，發展商都會維持先求量後求價嘅銷售策略。咁我相信佢都係試水溫先嘅，即係如果話貼近一個市價嘅水平，如果都係話唔錯喎，有好多人去認購啊，咁可能有啲微調一啲嘅價格啊，我相信大幅升嘅可能就唔會嘅啫。咁我相信即係都唔會係見到飛咁大額。咁雖然2025年嘅樓價同成交量都有起色㗎，但係部分發展商都未能夠擺脫財困，財政壓力陸續浮現。點解會出現財困呢？其實就源於香港長年嘅低息環境，令發展商習慣咗利用廉價嘅信貸，透過高槓桿去擴張佢哋嘅商業版圖。但係喺2022至23年間，聯儲局突然激進咁加息，呢種嘅轉變令市場始料不及。喺極高嘅負債基數之下，融資嘅成本嘅急升，瞬間變成沉重嘅負擔，令昔日嘅擴張神話瞬間變成生存危機。最震撼市場嘅莫過於負債過千億嘅新世界。2月嗰陣宣布集團嘅首要工作係減債，短期之內唔派息。5月尾又宣布延遲4筆永續債派息。6月嗰陣更加融資882億，涵蓋現有境外無抵押金融債務。直到近日又再傳出鄭家純家族計劃出售瑰麗酒店嚟到幫助新世界周轉。咁睇返集團至到6月嗰陣嘅全年業績報告，新世界嘅淨負債比率係58.1%，不過呢一個比率就未必能夠反映全貌，因為會計準則容許將永續債列入權益而唔係負債。咁若果將呢一啲隱形債務加返入去，市場分析估算新世界實際嘅淨負債比率或者接近90%。而呢一個比率越高，就代表還款能力越低。除咗新世界，唔少中小型發展商嘅淨負債比率都處於偏高嘅水平，大部分超過50%。例如佳明集團甚至超過2倍，咁即係話公司已經資不抵債。但係學者就認為，本港發展商唔會出現大規模違約嘅情況。始終佢哋嗰個投資組合裏邊都有一堆嘢喺度嘅，咁所以就能夠都叫做幾有力咁樣去減低個負債水平。中小型嗰啲佢唔多唔少都有一啲商廈、一啲嘅商場啊可以賣出去嘅。希望就係我賣出去嘅話，賣得個比較好嘅價錢。可能以後我唔收租，但係我依家就係減咗個債咁嘅利息支出。對於一般小市民嚟講啦，咁一層樓啦，除咗係身家啦，亦都係家園嚟㗎。咁無論樓價係升定跌都好啦，都冇嘢重要得過人身安全同樓宇安全。咁喺度祝大家2026年都可以健康平安。